一人敌英，孙鹏独子在美涉犯恐公重罪，刑满获释返台后转型成网红，日前还和馆长陈之汉合体，并单挑对方格斗，结果被打到受伤。昨天12日，孙安佐和网红酷炫一起现身公开活动，期间有记者关心伤势，孙安佐竟全程臭脸，还反呛记者：“我一定要回答这些问题吗？你们除了讲关心还会讲什么？”甚至呛记者没做功课，让一旁的酷炫超尴尬。综合媒体报道，孙安佐昨天和网红团体反骨 Wacky Boys 成员酷炫一起在馆长健身房进行真人格斗加比拼电玩。现场有媒体关心孙安佐日前和馆长格斗的伤势，没想到他臭脸很呛，我一定要回答这些问题吗？我如果有骨折，我现在还有办法站在这边跟你讲话吗？距离才几天而已。后来谈到格斗，孙安佐才透露之前没有练，是因为馆长的关系才接触，但被问到格斗、健身和电玩的时间分配，他再度不爽呛记者：“我应该没必要回答你们全部的问题，你们除了讲关心还会讲什么？”针对一名记者提问日本留学的事，孙安佐也很亏对方：“你确定你有在看网络上的影片吗？请你先去看一下网络上的影片，然后再来问一次同样的问题，先把功课做好。”最后听到媒体问爸爸孙鹏何时从美国回来，孙安佐直接转身走人，让一旁的酷炫尴尬到最高点，只能向媒体表示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不好意思。